大家好，我係沙田圍分區委員會副主席梁浩佳。兩會工作報告提及10多項裏邊，我最中意嘅其中一項就係着力抓好三農工作，意思就係話農村、農民同埋農業。我哋冇咗內地中央支持嘅糧食，我哋香港唔會有咁多糧食。我哋香港糧食有90%都係透過內地去供應嘅。展望香港政府同中央政府繼續通力合作，令到香港嘅農產品達到一定嘅供應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沙田區議員梁家偉。對於兩會嘅展望，我相信我哋港人治港、澳人治澳呢一套嘅話咧，我哋行穩致遠應該係繼續去做好呢一個工作嘅。除此之外嘅話咧，我哋更加要明白到香港喺灣區同埋國家嘅角色係一個超級聯繫人。顧名思義，我哋應該係為要同國際做好聯繫工作，將我哋喺國際嘅所有經驗、技術同埋一啲合作帶到同國家、我哋灣區甚至乎全國不同嘅地方，亦都不要忘記我哋其實亦都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。我哋應該係要發揮自己本身應該有嘅角色，做好招商引資，令到更加多人都明白到我哋中國、我哋香港係得嘅。